第六单元自我锻炼。第25课：自我锻炼第一部分。例词：乌音、引言、安慰、一声、领热、婉扬、骂好、意爱、意换、暗暝、过门、屈衫、隔壁、收水、蚵仔、红鞋仔。例句：第一句，今仔日乌阴毋通去海边仔收水。第二句，互相有意爱，才通结姻缘。第三句，婉扬敢有蚵仔。第四句，隔壁的红鞋仔常在伫暗暝骂吼。第五句，顾问的讲，最近拢无看到对面迄个医生的影热。第六句，巷仔口迄个意换的会晓家己屈衫，因爸母感觉真安慰。